好，來看這頂禮拜六，國民黨團呢是來舉辦食安的凱道集會，今仔日因是來響應這民間團體，擱再招民眾8月初1去到凱道，要來拒絕食毒甲食酒賽車。因為民進黨團伊是指出講，針對着這毒駕的修法，目前這行政院的版本已經佇咧委員會審查，希望調野會當趕緊完成相關的修法。主席8月1號，民團要在上街，要來反毒駕跟酒駕，這部分主席會在號召大家上街頭嗎？國民黨團舉辦7月5號食安凱道集會都結束，27個響應民團的活動召開記者會，要在8月初1各招民眾騎上凱道。8月1號上凱道，沒有任何政黨色彩，只要你認同台灣是需要正義的地方，只要你認同我們要一起挺警察，只要你認同拒絕毒酒駕，都歡迎各位朋友。這下民團以拒絕食毒食酒賽車為被害人的權益發聲做訴求，呼籲政府落實司法改革甲社會安全網，表達支持藍營提出的反廢死甲變形公投。好多家攏是順治的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長劉宗興的老爸嘛出面，希望說從1審到3審能夠維持原判，判被告死刑。因為被告真的是非常可惡，一直從第1審到現在，完全都沒有悔過之意。我就只求法律來主持一個公道。8月1號，請你們來凱道，給我2個小時，我把過去這38年來所有的重大刑案的被害人都帶到凱道上，讓他們親自來告訴你們。為了要阻止毒駕的狀況，行政院進前提出修法，包括加重罰金、沒收車輛、預防性吊銷駕照。目前當咧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審查中，而且國民黨團版本是主張愛甲毒駕致死，相關會使處死刑明文入法。因為要解決問題，那目前藍白的國會是多數，那該修法就盡快修法。那要專業的質問，你都可以開專案會議，甚至專報。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藍白回到專業的問政。民進黨團指出，無論是反制毒駕，也是司法改革，調野立委攏會使佇個國會修法，也是質詢，強調愛緊完成相關的修法，這是重點。記者綜合報道。